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南投世界地美博览会过来了，10月70到20，伫中兴新村来举办。现场的茶担有192担，农特产品甲美食担有156担。馆长林明珍讲，去年有50万人来参加，今年举办11天，其中有6天是假日，希望会当突破到60万人。好茶伫遮啦！一冬一处的南投世界地叶博览会，要伫10月70到20登场。举办的地点同款是伫南投草屯的中兴新村举行。现场192个茶担，甲156个农特产甲美食的单位。伫宣传活动，馆长李明珍伊嘛亲自体验传统的擂茶文化。饮过茶是不是捌擂过茶？来地叶博览会就会当感受伊的趣味。今年呢，再增加一个这个擂茶。 擂茶是去年没有的，今年再增加擂茶。那么我们还有1000人的野餐哦。林明珍表示讲，这南投观光人次有逐冬下降的趋势，但是每当举办的南投世界地叶博览会，这参观却是创新高，去年50万人次，创造6000多万的销售量。今年拄到国庆的年假，希望会当吸引更加侪游客来南投饮茶、买茶，感受地叶文化。